2024年好玩的策略游戏有哪些？策略游戏有着庞大的玩家群体，无论在手机还是 PC 端都有很知名的代表作。细说小编带来了一份最火的策略游戏推荐榜单，一起来了解下。一战锤 40K 行商浪人，战锤 40K 行商浪人 Warhammer 40000Rogue Trader 是一款策略角色扮演游戏，由 Allcat Games 制作发行，支持简体中文登录 Steam、PS5、Xbox Series、GOG 和 Mac 平台，已获得知名游戏媒体 IGN 给出的8分好评。游戏以科洛努斯星域为背景，玩家将乘坐巨大的虚空舰穿梭于广袤的星域，探索无数星系。游戏基于经典的行商浪人规则书进行改编，为玩家提供各种游玩可能性。博德之门3 博德之门3 Baldur's Gate 3是一款策略角色扮演冒险游戏，自2023年相继推出 PC 版、PS5 版后，便受到广泛关注和多方好评，直到2024年仍是最受欢迎的策略游戏之一。媒体 Gamers Heroes 表示，博德之门3堪称杰作，故事令人难以置信，一切都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游戏已荣获 TGA 2023年度最佳游戏奖，并入选时代杂志2023十佳游戏3。皮克敏4由任天堂制作并发行，是广受好评的策略游戏。皮克敏系列的第4部主要作品，也是全系列第5部游戏，支持繁简中文，已获得知名游戏媒体 IGN 给出的9分好评，是时下最火的策略游戏之一。游戏过程中，玩家需要操控那些可爱、神奇被称为皮克敏的神秘生物，去完成一个个欢乐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。监狱建筑师2 监狱建筑师2 Prison Architect 2是备受好评的沙盒策略游戏。监狱建筑师的正统续作2024年3月发售，登陆 PC、Xbox Series XS 和 PS5 平台。与前作相比，本作的最大变化就是游戏画面从 2D 改为 3D， 并且还采用了先进的模拟系统、囚犯之间的社交元素等。游戏的开发商为 Double Eleven， 该工作室曾为辐射76、Minecraft Dungeons 等游戏提供过支持。都市天际线2都市天际线2 Cities Skyline CI 是一款策略模拟建造游戏，由 Colossal Order 开发， Paradox Interactive 发行，曾获得 TGA 2023最佳模拟策略游戏提名，作为2024策略游戏排行榜前10名。本作充分考虑了经济周期，从家庭贸易公司、工业公司办公、企业生产开采等多个角度切入，提供关于城市的经济面板，让玩家更深入地规划和发展城市。足球经理2024足球经理系列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一直深受玩家最爱。足球经理2024 Football Manager 2024作为时下最新策略类游戏，一经发售，全平台玩家数量便突破600万人，这比前作足球经理2023达到相同的数字所用的时间减少了284天。在细说小编看来，本作所展现出来的完成度和成熟度，短期内很难有续作能够超越。如果你是该系列游戏的忠实粉丝，本作非常值得入手。奇迹时代4奇迹时代4 Age of Wonders 4是 Triumph Studios 开发， Paradox Interactive 发行的奇幻策略游戏。2024年好玩的策略游戏于2023年5月正式发售，距离上一代作品奇迹时代3时隔9年。奇迹时代4官推表示，奇迹时代4是奇迹时代系列中销量增长最快的游戏，发售后在不到1周的时间里就售出了25万份， Steam 在线人数峰值为42877。家园3 Homeworld 3是一款科幻即时战略游戏。2024年最新策略类游戏计划于3月9日发售，登陆 Steam 平台，支持中文。游戏由家园原作艺术总监 Rob Cunningham 掌舵，拥有完全的 3D 战斗。PC 游玩的配置要求 4K 模式开光，追最高特效需要 RTX 4080或 RX 7900 XTX 级别显卡，最低配置仅需 GTX 1060即可运行，但对内存要求较高，最低需要 12G9 庄园领主。Manor Lords 是一款以中世纪为背景的热门 SLG 游戏，玩家需要从一个小村庄开始，慢慢建造一座城市，并管理资源和生产链，通过征服来扩张土地。战争模式中，玩家们可以直接选择队伍进行移动或攻击等，战士们也将会有士气、疲劳、装备等各种要素，天气变化也会产生影响。游戏发售于2024年4月，已入选2024年策略游戏排行榜10。钢铁指挥官 Mac Bellum
是一款模拟策略机甲战棋游戏，由 Game River 开发 ，Paradox 发行。玩家开局就可以部署上百个单位为自己作战，后期更会上演上千个单位的大会战。玩家还可以派出数十米高的巨型机甲碾压其他单位。玩家主要以小队为基础部署调整自己的队伍，每回合只需要进行战前部署，单位会根据部署策略自动进行战斗。